开始，空墓的曙光，新生的开始。欢迎你姊妹，咱今仔日用欢喜自这笔家，做伙来欢喜咱的主过活。这过活真做基督徒上要紧的一个节日，也是会当讲一个重要信仰的基础，是因为咱的主因为死过活，带来整个生命的改变甲拯救。所以我要招咱甲隔壁的兄弟姊妹讲，祝你过活节快乐，好无？甲隔壁祝福一下。在上个礼拜呢，牧师在棕树主日的时候，用了3个棕树主日的象征一个就是这个棕树第2个是驴子第3个是这一个十字架，来说明耶稣走上各个他道路的重要，以及他为人类的救赎来牺牲所带来的改变。那今天在复活节的时候，牧师要透过另外一个意象，就是空的坟墓。空的坟墓，到底空的坟墓对人类有什么特别的影响？这个坟墓不像台湾人习惯看见的坟墓。台湾人看到一般的墓是凹土。凹伫土底，然后当安葬了后，甲土砍起来。古早佫有甲土堆，互伊悬，像一个墓堆安尼无啥物空的，甲无空啦。当然有人捡骨捡起来，毋过土佫砍落就无去啊。但是在复活节的时候，有空的墓。空的墓象征了什么呢？这个是一个图画的意象，但是这个是真实真实在以色列，他们平常平民百姓他们所使用的坟墓，就是真的有一个石头挖的洞。那个洞呢，有外面有一块很大的石头藉由师傅的工艺把它砍成圆形的。圆形因为它能够滚动所以当从上面滚下来的时候，就会把这个墓的门口挡住了。那圣经就是记载着7日的头1日，礼拜天的早上，有一位叫做玛利亚的，她天还没亮，她叫玛利亚，特别是指出她是莫大拉的玛利亚。她看见石头已经移开了，石头移开了，哇，她惊讶得不得了。这个意象的图画，这位玛利亚看见那个墓的石头移开，走到里面看见那个木床的遗体已经不见了。哇，圣经就记载像刚刚我们所说的，石头移开了，然后他就赶快去找耶稣的学生彼得，还有另外一位他所钟爱的门徒，一般讲就是约翰说哎呀，有人把墓里的主人移走了，我们不知道他放在哪里了。那这件事情就一直运作到那边彼得还有约翰他们也来看了，真的没看见了，只有那一块麻纱布放在那边。那一旦门徒进入到这个墓，看见耶稣的身体不见了，圣经有记载说，他们就信了。信什么呢？就想到了耶稣在之前还没钉十字架前跟学生说3天后我要复活，所以2个门徒就回家去了。好，这件事情是玛利亚看见空的坟墓，然后门徒来处理过，空的坟墓就找不到了。但是呢，这位玛利亚仍然心情没有平复。接下来就是我们读的第11节，玛利亚还站在墓外来哭泣，一边哭一边往墓里看。
而且墓里面有2个天使，穿白衣的天使，坐在原来放耶稣的遗体的地方，一个在头这边，一个在脚那边。他们就问玛利亚说：“妇人，你为什么哭呢？为什么哭呢？”他说：“他们把我的主移走了，我不知道他们把它放在哪里。”哇，真的是太难过了，因为他拿着香膏，本来要来抹耶稣，因为这是犹太人丧葬的习俗。刚刚我们说台湾因为潮湿，这边地方很潮湿，所以很快就要放入棺木，把它埋到土里面了。除非很特别，没有人再把它挖出来。但是犹太人的坟墓是木石是可以滚开的，这些亲人还可以进到里面，用香膏来抹这个遗体，让它保持一个干净不腐化这样子。玛利亚这种难过怀疑，她看见要为耶稣所做的这件事情没有办法完成，但是没想到讲了这句话的时候，圣经说看见耶稣站在那里，但是玛利亚可能泪眼模糊了，伤心难过，看不见这个人是谁。他把他当成谁呢？把他当成那个过墓的过墓的，咱家现在啦，墓园弄迄个墓园的迄个管理员呢，因为他以为耶稣是管理员。但是当主耶稣跟他讲了一句话，玛利亚，叫了玛利亚的名字，他突然间就醒悟过来了。因为一个突然间到墓里面墓园当中要扫墓的人，怎么这个人认识他呢？我们到一个大墓园里面，管理员看到我们也不晓得我们是谁啊，但是竟然听到玛利亚这句话，玛利亚突然间清醒了，眼睛明亮了，所以就用希伯来话说：“拉波尼，老师啊，是你呀！”然后耶稣就跟他做一点提醒，说：“先不要拉住我，先不要摸我，因为我还没有到天上见我的父。”而且他还告诉说：“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，跟他们讲，我要去见我天上的父，也就是你们的父。”这句话产生非常重要的一个界定跟影响，就是我天上的父也是你们的父。我去见我的上帝，也就是你们的上帝。所以这件事情就传开了。这位玛利亚去传达一个重要的信息，因为她不再哭泣了，不再是看不见她所要抹香膏的主，而是看见她的主已经复活，所以就传达了主对她所说的话弟兄姐妹，我们从这个空墓得到什么样这一个复活节的讯息呢？教导呢？黎明前的黑暗，玛利亚在天还黑的时候来到坟墓，她的脚步沉重，带着过去的记忆。她原先的记忆是说：“哎呀，我的主，我的老师是被钉死的，是残忍的这个在十字上流血到断气。”她的形象还在那边，所以她觉得太难过，太不舍了，所以还要到坟墓里面去看她所爱的耶稣老师。对她而言，好像世界都已经破碎掉了。弟兄姐妹，这个破碎可以象征人类，你我们的生命中是不是也遇到像这样的清晨啊？这款早起时，哎呀，无一点仔愿望，日头要出来不过心情足歹的，因为好亲像规个气力拢无像迄个大粒石头挡伫头前安尼无力感。你的人生会遇到这样的情境吗？把它缩减在玛利亚看到这个清晨要去抹耶稣，但是一个曙光中的呼唤。玛利亚认不出耶稣，但是耶稣只做了一件事情，说：“玛利亚。”这一声玛利亚止住了他这3天的绝望。这就是他生命翻转的第一步，因为他被看见。在复活的曙光中，耶稣用同行者的身份，他也没有特别惊扰他，只是叫了他的名字。
甲伊讲玛利亚，哇，他规个人吼身躯怎有力起来呢？因为耶稣用温柔来接纳玛利亚的软弱。看你是袂？耶稣基督的大能力带来的翻转，就是在这里。因为生命翻转的体悟，就是复活大能，不是让我们哇，耶稣基督够啊，好咱在信耶人都变超人啊，吼，什么事情啊，这个百毒不侵啊，凡事都能了啊，都难不倒我，不是，他不是要我们做超人，是在让我们回到自己，回到我是谁。虽然我们人生当中有时像那个空墓那么样的荒凉哈，但请记得主认得你。玛利亚的这个哀伤流眼泪，当耶稣叫他的名字的时候，他就重新得到了，因为主认得你。你无论在任何的情境当中，你任何人生再怎么做糟糕，玛利亚遇到了空坟墓那一种伤心难过，没有盼望。但是主认得你，在那个时候，空墓会变成你新生的希望。哥林多前书，刚我们读的经文，讲了一句话说：“死亡啊，你的胜利在哪里？你的毒刺在哪里？”这句话是多么大勇敢的宣告，因为它是带着胜利的气息在宣告。所以，断裂的毒刺，或是传统和合本所讲的毒钩，就是让人类原先的绝望被终结掉了。这个绝望就不再产生在所有接纳主耶稣复活的人身上了。弟兄姐妹，死亡对人类是多么大的沉重，对不对？但是死亡其实也不光只是肉体上，时间到了安息那种层次而已。死亡常常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常常用不同的形式来出现。比如说，你的梦想的死亡，你的勇气没有了，也是一种死亡。你原先那个善良纯全的心，已经刚硬掉了，对世上一切软弱苦难没有什么感觉，那个也是一种死亡啊。所以，死亡不只是单纯的物质肉体的死亡，所以毒刺让我们觉得生命不过是走向终点的倒数。毒刺就是好像一个结局嘛，一个审判嘛，一个绝望嘛。但是记得，空墓，这个空墓在证明什么？黑暗是有底线的，黑暗永远无法隔绝光明，所以恩典就没有这个底线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今天的复活节，咱爱去抓到这个翻转的快乐啦。这个快乐若无得到，咱只不过是安尼留只庆祝，等摕一条红卵安尼解决。请会记得翻转的力量是什么？主的复活，我们的失败就不再是定论，不是你最终的结局是失败，因为羞愧被翻转成荣耀，沉默被翻转成见证，坟墓被翻转成了花园。所以讲到坟墓被翻转成花园，以前咱台湾人唔知什么原因墓仔埔大家人也听到足惊，迄足侪人无爱经过呢。除了迄爱情来的时阵，讲墓仔埔也惊去啊呢。其他无人要去啊。但是基督教的墓园就不一样哦，基督教的墓园真的就像花园。为什么会这样子做？是因为基督徒认为坟墓不是终结嘛，坟墓是一个见证主复活的地方啊，坟墓是一个在思念或是在纪念很多为主见证的圣徒，他们美好的见证，去那边可以做一种缅怀、一种追思、一种重新得着力量。你知道吗？这个纯福音中央教会在韩国他们在祷告山有一个墓园呐，很多人去那边祷告。因为他们觉得这些圣徒在那边已经完成他们人生的使命了，我还在这边大声的呼喊祷告，因为我要学习像他们一样。基督徒的坟墓不是悲凉的，基督徒的坟墓不再是绝望的，因为它成了花园，是在纪念主
救赎的恩典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玛利亚是带着喜悦、带着盼望回去告诉他的弟兄，因为他带着这个光，坟墓展现出来的光，然后去告诉耶稣，告诉他说：“你要去告诉我的弟兄。”玛利亚从低头哀哭、垂泪，变成奔跑来报信，这个就是新生啊。时间就这样差别，早上还哀哀伤伤的流着眼泪。他想说我的主那么痛苦的死，但是一个被翻转的生命是藏不住光的。他的身体就是一个光，因为他是一个见证者，一个见证主耶稣复活，而且是主耶稣最早是跟他显现。看你基督徒最大的宝贝是你遇见了这道光，那你就不是像其他门徒躲在门后恐惧啊。很多门徒躲在，所以才会让这位姐妹先来看耶稣啊。其他门徒会走会走，闪会闪，惊会惊啊，唔知倒去倒位啊，总是空目曙光。我们今天在纪念他，是不再是2000年前的旧闻。弟兄姐妹，请你勇敢的宣告说：当你离开这个礼拜堂，你面对的生活，你面对的困境，你面对原本让你恐惧、忧伤、愁烦，甚至束手无策的，请你记住这个力量，这个勇气的力量，永远是从耶稣的空坟墓展现出来。因为耶稣告诉门徒说，他已经不在坟墓里了，他已经战胜了死亡，得到永恒的生命。弟兄姐妹，最后一点时间要跟大家分享，咱台湾人都知道今仔日是什么节啊？清明节哈。我上帝足疼咱的，昨昏雨落遮大风再起那天气好起来安尼那本来是气象报告说这2-3天都要下大雨，说不定下午会下来啦但是呢，我们就要在清明当中遇见复活。这真有意思哦！今仔日多好清明节，嘛是过偌济。清明跟过我差伫倒位呢？基督徒也要刚刚从空坟墓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们要从清明看见神的永恒，在试炼中看见永恒。清明节在中国人的习俗里面是足重大的节日啦除了说春节啦5月节啦、中秋节啦，还是讲买艺还是冬节啦，清明是足大的节日。咱的政府嘛足贴心的，甲咱4日的连假像春假同款。伫古代诗人写足多清明节的诗歌啦。所以呢，清明节看起来不是欢乐的日子，对不对不是欢乐的日子。台湾人足重视孝道啦，清明节煞变做民俗重要的节期啦，扫墓啦、祭祖啦。唐朝诗人杜牧写了一段诗，可以讲做千古绝唱清明，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昨天这里有这种感觉昨天牧师跟谢牧师也一起跟他的亲人去扫墓，真的雨一直下，一直下，好像雨就在跟这一群扫墓的人有一种同样的心境。我的亲人已经离开了，再见不到他们的面，所以呢，欲断魂是表示天人永隔了，隔绝了。但是我们从今天是复活节，刚好2天碰在一起，我们一起来学习。我们从尽孝的沉重，要变成恩典的轻省。清明节我们怀念祖先，常常是沉重的记忆。有啦，有的小朋友对是大人去扫墓啦，扫来讲伫个墓园走来走去爽爽的佫有通一顿通食安尼。但是一般的人都会心中就唔甘的孝念这个墓的亲人，是那种沉重的记忆啦。
当然，有人慢慢转变成一种温馨的回忆，说啊，我的长辈当初怎么爱我，怎么关心我。但是通常清明的对台湾人来讲，通常我们觉得做不够，好像觉得我当初怎么没有好好的尽我的孝道，或是当初我做的还不够，所以台湾人迄个在生的时阵友好无够亲人过往搁拜拜来斗，因为无烧就搁惊讲伊唔知来找我讨无。所以，我们如果好几代基督徒你没有感觉，但是如果是你第一代，你应该有这种心境，就是怕说祖先会不安，怕祭祀不周成了沉重的负担。那我们的玛利亚，她也带着沉重的香膏。他带香膏来不是欢乐的啦，他是沉重的，来到坟墓，他想为耶稣多做一点。虽然已经死了，总是能够尽他的力量。但是当他看见空坟的时候，发现这个香膏不用了，上帝已经为他做了这些事情。香膏成为一个感恩，是一个庆祝，一个宣告主耶稣的复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清明节的时候刚好碰到复活节，我们要把复活的大能来翻转这个孝道的观念。纪念祖先，我们就不再因为恐惧死亡或迷信，然后觉得去墓里面就是一个欲断魂的绝望。请记得，我们因为知道在基督里，死亡不再是永恒的隔绝了。我昨天看到我们教会有一个小组，他们在阅读王武聪牧师他所写的那个民俗传福音的小册，慎终追远，慎终追远，但是就是回到最源头，敬拜我们的上帝。耶稣替我们搬开了那一块恐惧的巨石，巨石已经移开了，让我们能够用平安的心来怀念，因为生命的主已经得胜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透过今天也是清明节，真正的清跟明啊，清明，你有没有听过这清明这两字什么意思不？我们让复活带来真正的清明。清明其实是华人的24节气之一，就是清明嘛，它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清明时，万物皆节其清明，因为那个时候气清景明，万物皆显，所以叫做清明。意思讲春天到一切拢换新，足光明的迄寒气已经无去烧热要出来这个清明祖先取得很有意思哦。他说：“清明到，气温升，大地一片风光明媚。”这个时候刚好是春季耕种的好时节。但是因为清明，我们要去怀念祖先，又沉重到一种浑浊跟黑暗，因为我们死去的亲人到底人在哪边？怕他在那边没有好好生活，所以我要烧东西给他，祭拜给他，给他吃的，永远觉得到底够不够？有人还觉得有来托梦了，托梦说他很冷啦，托梦说吃不饱啦，托梦说钱不够用啦，糟糕！永远存在那种做不到、做不完、做不圆满的地方。但是基督徒请记得，约翰福音，玛利亚因为眼泪视线模糊，甚至认不出耶稣，好像真的不清不明了。直到耶稣唤呼他的名字，那道复活的曙光才真正照亮他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伫这期的清明，今仔日要真正属灵命的清明，罪受洗清气，有生命的光明，那个才是我们真正的清明。感谢主，主耶稣的复活，让清明节不再是一个往后看的日子，而是个往前看的节期。我们不只是看着那一坯黄土，而是看见天上的荣耀。所以我们要一起说饮水思源，我们要连接地上之根跟天上之源。清明节我们讲求慎终追远，台湾人很重视根源
最大但是我们就说啊，慎终追远，但是要尊敬上主，我们认主归宗，回到最源头，这个生命的源头，那才是我们慎终追远最大的意义。那最大的根源就是创造生命万物的主。耶稣复活之后，他说：“我要上去见我的父亲，也是你们的父亲。”这句话把我们跟永恒连接在一起了。我们会怀念祖先，我们在自己走人生的道路，我们知道说，原来我们天上的父永远在那边呢。有一天，即使我世上的日子结束了，我不是要到一个虚无缥缈的地方，我是要到上帝永远的国度。耶稣的复活，让我们对祖先的爱有存放的地方。我们深信那些在主里睡了的人便会消失，而是回到那永恒的家乡。所以基督徒在送别亲人的时候，基督徒在扫墓的时候，请你要把观念转过来，不要在一般人的清明雨纷纷断魂，不是，是哎呀，感谢主，我所爱的亲人他已经在天上永恒的家，享受永恒的安乐啦。我来怀念他，是纪念他对我的爱，怀念他是跟他在世的时候相处那个美好。把哀伤变成感恩，把不舍看成祝福，因为他已经在天上了。弟兄姐妹，复活的生命让我们在清明节的时候，不只有思念的苦，更有重逢的盼望。这就是新生的开始，空目曙光变成新生的开始。然后，请记得我们的家谱不再是一串的名字，一连串一代一代的名字。而是这个家谱一直延伸到创造的天父那边。所以，讲纪念祖先，慎终追远，那我们需要回到源头，我们的主。所以，当我们敬拜了主，就是等于敬拜了，或是怀念了我们所有的祖先。弟兄姐妹，愿主的恩典跟赐福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。在这个复活节跟清明节当中，每一个基督徒确信，你永恒的生命已经得着，坟墓已经变成空的了，那个浑浊消极变成希望跟盼望。愿主的恩典与我们同在。这个时候我们要做一个祷告，然后准备要来洗礼请各位同工预备，一起来祷告。谢天父上帝，感谢你。空坟墓不再是一个绝望跟失望交集的时候，而是见证主耶稣复活、感恩带来生命改变的时刻。愿神的恩典跟我们同在，让我们因为纪念主耶稣的复活，从空坟墓变成新生命的曙光。我们要借由洗礼来见证这个救赎是大能功效在我们当中，也借由领受圣餐来见证主耶稣为我们受苦，我们得着恩典跟祝福，一个美好的时刻。愿神的恩典、圣灵的感动在我们当中。感谢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做洗礼式，还有圣餐。牧师做一个简单的说明。第一个，我们要